好，來繼續來看高雄的鳳山有2間手冊茶的連鎖店，收到有人為網絡頂注文大量的飲料，但是等因把飲料送到指定地址的時陣，對方講因根本都無訂飲料，講可能是資料防偷摕去用，業者只好把100多杯的飲料免費送給消費者，這嘛害因損失到7000多塊。警方講這種惡意棄單的行為已經觸犯到詐術損害財產罪。如果無糖沒事，還需要什麼嗎？這樣就好。高雄連鎖手冊茶開店才開無幾天，就一直接到訂單，員工攏無哮喘。利落的動作，一杯接一杯，無偌久就攏做好啊！最近有消費者佇點餐的平台頂懸點過60杯全糖飲料。本地是倆陣接到一條大訂單，想袂到，桌頂38杯飲料做好送去到指定的所在，送到位卡訂單頂懸的電話，結果對方甲講是資料去互冒用，尾手店家開放民眾到店免費來領，希望賣討濟去。共當時500公尺外另外一間飲料店也遇到同款的狀況，因為對方訂真濟杯，而且價數也攏無少。店家攏總了6000多塊。因為社會很多的這種人，惡作劇啊，對那些店家商家造成困擾，這點真很不應該這樣。我很不會覺得可惡，因為如果我們飲料做一做，然後客人沒來拿的話，就變成說我們要自己付錢。站在商家的角度來看的話，我還是會先確保自己店內的利益啊。通常遇到這種比較大筆訂單的棄單的話，其實也是會報警做處理。附近的早餐店有使用網絡點餐的系統，業者講，若接到金額較大的訂單，也是愛收到錢才來出餐。是故意以詐術造成店家財產損害，恐涉嫌違反詐術損害財產罪。到底是啥冒用別人的名義惡作劇烏白訂飲料，害人店家了時間做白工，即賣警方將會繼續追查。